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3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出来记第12章第1节到第4节，11节到14节。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约翰福音13章第1节到1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为着恁。今仔日是受难周中间最后晚餐的日子。正确的圣周礼仪大多数伫今仔日会守圣礼典。但是愈来愈侪的各局中的教会已经将这个圣餐合并伫拜五受难礼拜中间。其实咱重点毋是要来讨论倒一天，乃是这个圣餐的意义。伫英语的圣经伊安尼讲 ：“This is my body broken for you. Do this for remember me. This cup is the New Testament, is my blood. Do this while you drink it and remember of me.” 这是根据伫圣经，特别伫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所留落的教导甲提醒。现今诚侪基督宗教伫圣礼典的时，主持的牧者或者是伫服侍的同工，拢会念一句话。这中间真重要，迄句就是要安尼行来纪念我。这是基督徒的性命见证，因为耶稣基督用伊的身体为着咱来牺牲。流伊的血为着咱来洗清气，这是大罪羊羔，嘛伫出来及记的搬过这个中间记载非常清楚。咱来看到出来及记12章第1节到第4节，11节到14节的经文安尼记载着搬过节。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甲亚伦讲。恁定用这个做恁的正月，做逐年的头一个月。恁就对以色列的全体会众讲：这个月初10，大家人就照家庭准备羊一家一只。若是厝里的人少，一只羊食袂了，就甲厝边隔壁厝边做伙准备。照人数，照逐个人食的分量来准备。11节到14节，恁食的时，腰着甜地，下着清地，手着举管啊，嘛着赶紧食。这是上主的搬过节。迄暝我要行透埃及地，拍死所有的头上仔生，无论是人也是精生。搁要审判埃及所有的生命。我是上主，恁若有伫恁的厝抹血做记号，我一个看到这个血，就会对恁遐搬过去。我拍埃及地的时，毁灭的灾难拢袂临到恁。恁着会记得这个日子是上主的节日，代守这个节。最永远的规律，伫犹太宗教的礼仪中间，搬过节就成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甚至伫出外的犹太人也拢会想尽办法来回国，等于伫圣城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因为上帝伫即天用羊羔的血救因。并且带因的祖先来出埃及。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记载着保罗对伫圣礼典的看法甲教导。伊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
以及今仔日的教会内底每一个基督徒安尼讲：我所传授互你的，是我对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迄年摕起饼，感谢上帝，擘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就安尼来纪念我。照安尼食了后，又搁旁杯讲：这个杯是我是新的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安尼，恁逐摆食这个杯，啉这个，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表明我会死，直到我过来的日子。为着拯救世间人的罪，耶稣基督家己正做大罪的羊羔，伊用伊的身体为着世间人拍破牺牲，伊用伊的血为着洗清起世间人的罪来流出。伊只有要求世间人学习伊。圣经安尼讲，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耶稣伫最后晚餐设立这个非常重要的典范，要求学生安尼行来表明家己的信，因为伊拢是为着世间人所享受的恩典设立的典范。约翰福音13章第1节到17节，耶稣为着门徒来洗脚。无过节前，耶稣知伊要离开这个世间，转去爸兄的时刻已经到。伊一向爱世上所有属伊的人，伊对头到尾拢共款爱因。耶稣甲伊的门徒伫食暗顿的时，魔鬼已经将出卖耶稣的意思下伫伊斯卡列西门的囝犹大的心。耶稣知爸已经将一切交伫伊的手中，嘛知家己对上帝遐来，要搁倒转去上帝遐，就离开倒，脱外衫，摕一条巾仔下伫腰里，然后将水倒伫水盘，甲门徒洗脚。佮用下伫腰的巾仔甲因拭，伊洗到西门彼得遐，彼得甲伊讲：主啊，你要甲我洗脚吗？耶稣应讲：我做的，你现在毋知，后来就会明白。彼得甲伊讲：你绝对袂用得甲我洗脚。耶稣讲：我若要甲你洗脚，你就甲我无关系。西门彼得甲伊讲：主啊，毋但脚，连手甲头也拢甲我洗。耶稣甲伊讲：人身躯洗啊，规身躯就清气，干那洗脚就好。你已经清气，毋过毋是逐个拢清气，因为耶稣知影什么人特别甲伊出卖，所以才讲恁毋是逐个清气。耶稣甲因洗脚了后，穿外衫，就等于伫伊的座位。伊阁问因讲：恁敢有明白我对恁讲阁所做的？恁称呼我老师，嘛称呼我主。恁安尼称呼真对，因为我就是。我做主做老师，拢甲恁洗脚。恁嘛着互相洗脚。我有留了模样互恁，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仆人袂比主人较大，奉差派嘛袂比差派伊会较大。既然恁明白这个事，若去实行，就真有福气。保血为着咱来留，身体性命为着咱来牺牲。所以学习基督的模样，咱可会当讲什么呢？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感谢上主的
解救，愿听上帝，因为伊听阮的声，听阮的恳求，伊暗时间听我，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18节到19节。伫伊所有的作品的面前，伫上帝的殿顶内底，伫耶路撒冷，我要对上主写我的愿。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感谢主赏赐救恩，因为你怜悯阮、听阮，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为着阮来写。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望阮会当活出世界的见证。彼此相听的性命，来见证你有个真有个活，救恩就伫阮的性命来见证内底。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